去香港做嘢一日係咩體驗？9:47分啊！喺我哋珠海揸車過香港做嘢，出發。做嘢之前咧，一定要食飽飽。其實早餐咧喺邊度食一樣嘅，最緊要咧填飽個肚。嗱，而家咧就要過關啦，前面就係一個汽車我哋通關嘅一個嘢啦。Ladies and gentlemen， 前方 ETC 上橋1000幾億嘅世紀工程，帶你上去睇睇，啊幾偉大，幾犀利！你睇我哋中國幾強大，一條咁犀利嘅大橋，我哋服未？嗱，而家過 ETC 呢個 moment， 我哋上橋出發，港珠澳大橋，我哋嚟啦，就呢度啦 ，Ladies and gentlemen， 30公里啊，連接呢個珠海到香港啊，30公里，非常之暢順啊，唔會塞車嘅呢條橋，永遠唔會塞車嘅。加埋10台車都冇，真係好抵玩，超抵玩。OK， 我哋即將進入海底啊！嗱，睇睇前面呢個咧叫做海底隧道啦。港珠澳大橋之所以偉大，並唔係單單因為佢係長30公里啊跨度，而係佢有好複雜嘅技術層面要突破，要入香港。到咗啦！嗱，而家咧係早上嘅9:16分啊！我咧就約咗甲方10點半左右嘅，咁我提前咗有個幾鐘，咁已經嚟到項目嘅出邊呢度啦。嗱，咁下邊咧遠方咧就係我哋嘅大香港啦，呢度係九龍塘啊，九龍塘嘅中心。咁時間尚早。買杯咖啡先，因為呢度富人區咧冇鋪頭，揸車落出發。Nice， 呢個項目現場安保非常之嚴格嘅。首先咧，你保安大佬咧要再次確認同我哋嘅甲方確認，我先可以入去。所以而家咧，佢即係同公司申請緊呢個東南亞兄弟，非常之負責任啊！佢打電話 confirm 究竟今日有冇一個咁嘅人會過嚟入？No problem, no problem. No problem. Yeah, I came earlier. I understand it, man. No worries. No worries, man. 頭先你講咩？尊重每一個各行各業嘅兄弟，係嘛？冇有覺得你自己係嘛同人哋唔同，大家都係一樣嘅，相互尊重工作。我咧今日亦都過嚟做嘢嘅，佢又係做嘢嘅，佢又收人哋糧，要睇好個安保係嘛，睇好個門口係嘛，唔俾任何陌生人入去嘅，所以大家都係嚟喺香港今日做嘢，所以唔容易啊，理解。出嚟做嘢咧，一定要尊重。咁都要換一身裝備啊，係嘛？咁好似露出街頭咁。喺呢度Thank you very much. Thank you. 好，而家順利入到嚟啦，真係管理非常之完善啦，唔係講笑，唔俾陌生車輛進入嘅，有冇睇？都入去。呢啲咧就別墅10億一棟，香港水合院。
一個車位咧，聽講啊，喺下邊呢度600萬港幣一個車位。而家帶大家一個車位係咩樣？就咁嘅樣啊！一個車位有幾錢嘅人等我睇得未？嗱，前面有個兄弟入手。停邊度唔該？冇嘅，哦，睇到未？路線環境。OK， 係啊係啊。Rolls Royce， 專人跟住我，係嘛 ？OK。先不來的，唔係講笑啊！專人盯住啊嚇，每一台車每一個人啊，專門幫你開埋睇好尊貴啦，做嘢700。得唔得？今日收唔收貨？哇！你睇甲方幾開心，嗱呢個甲方嘅公司同事得唔得，大佬？我完全唔覺得佢做緊嘢，我係學咗好多嘢，我覺得佢嚟教嘢多過 very good。多謝晒，多謝晒，多謝大佬，多謝大佬。Thank you。好 ，OK。係14點嘅39分，即係2點39分。啱啱忙完今朝嘅嘢，而家咧就 OK 買啲麵包咁啊，嚟海餐，簡單食飽個肚就得㗎啦。整得啖咖啡，食完繼續開工。而家又要做嘢啦。新房子对不对？一所房子啊，400平方为主，然後樓頂呢，那一套2套一套賣了，剛剛賣了6元福音，基本上賣晒啦。樓頂是複式，它有個大平台，看到整個香港。等一下我可以帶你去，這是地甲山、獅子山。这一套整个是多大面积出来的啊？这里400平，400可这里可能已经是这里最小的了，是最小的。最符合你們這種身份的。我沒有身份，對吧？我沒身份啊，這裡是主人房，符合你。打包功能、真空包裝、咖啡机、保溫、秀保冰箱、保溫箱，還有最重要什麼？電視機，還有這移動化學看電視是真不啊，是海量。就在這裡開車5分鐘，啊，開車5分鐘，我剛剛去那裡買咖啡。而家咧係晏晝嘅5點11分啦，而家繼續啊去睇另一個樓盤，啊頭先睇咗一個，咁啊佢哋想對比一下，啊所以咧而家就有少少塞車啊，咁啊唔緊要，啊繼續努力在路上。加油！頭先咧就喺半山九龍塘嘅半山，而家上到嚟咧就係飛鵝山呢個3號嚟睇呢個豪宅啊，另一個項目。嗱，而家入到嚟地下停車場呢度 ，OK， 睇到未？所以香港這個確實搞這個資源緊張得不行的樣子，寸土寸金的人搞。前方嗰度冇錯啦，成個碉堡咁大座嘢咧，就係我哋大名鼎鼎嘅林青霞小姐姐嘅屋企，就嗰邊，睇到未？你要不然
晚别人一起更好法事，可以。哎呀，你不等那标準法則，不變呀。而家係晚上嘅9點半，啱啱翻到我哋大灣區中心江門啦。從今朝嘅7點鐘出門口到而家，終於將今日嘅工作喺香港1天嘅工作完成，非常之開心。其實咧，大家睇大叔係咪覺得我成日出入啲幾個億嘅豪宅，又同埋啲社會成功上流人士一齊生活，私底下肯定係非常之奢華，係咪？其實講真，了解大叔嘅朋友都知道，我係一個好隨性、好求其嘅人。其實對自己可能對朋友我可能會尊重隆重啲，但係如果好似我咁翻到嚟，冇咩特別應酬，中午買咗啲麵包咧，又未食晒，食埋佢咯，唔好浪費啊，又一餐，所以都係嗰句填飽個肚為主。不過今晚加咗個蘇打水，獎勵係自己，所以同樣同我哋所有嘅粉絲朋友講，無論順境逆境，每日我哋都要面對嘅，努力先有出路，唔好抱怨，加油，正常。